瓜戏，二老人客戏、客家戏，最大无共样，即讲法，伊讲好咯，人讲客。第二，也唱的东西无共样，也个主要的唱的是按照七四杜马，伊个所有唱的，他全部是按照歌。行人唱的讲9腔18调，山歌菜茶，到现在辈菜茶是安尼特殊的讲法。故说较早也个太自家女行人，你出去你唱好路的，也唱客的，叫我问讲，你唱嘛，也唱歌，那就表示唱也个好路的歌戏，也唱菜茶。搿就表示要唱人自家嘅平板山歌也就客家戏、老歌戏、清代嘅不同也就係一兩隻劇種，可以講在台灣嚟講係崇尚之樣嘅啦當然佢客家戲也有客家戲嘅特殊嘅嗰條曲目就講行人較專長嘅做嘅東西，可比講，呢三腳菜茶戲都講嘅就中山龍賣茶為題，發展到下後也有乜嘅鬧吳江啦、18模啦，也就安尼嘅佢歌戲佢咩有老歌這個老歌頭年啦呢，佢也有記出嚟，有乜嘅選白煙台啦。14A 機啦，做很多插車機啦，賣插車啦，也有佢也有四太出啦，也係佢也就會老歌老人家三腳菜茶無共樣嘅素材。當然客家菜戲頭擺對那個三腳戲開始演變出來，客家菜戲沒有人自家以特殊嘅曲目像乜嘅唔知那條黃梅好做種啊。也係也個人個細線橋嘅網來啊，唔知太線橋好食啊，也有像個黃花義賣阿爸啦，也就按呢出師，對人家就也個客家嘅菜戲來講，也係真特殊。佢也就也個人個歌戲，也有對個西戲嘅來演變呢種陳三五樣啊，按呢戲嘅。選白煙台啊，其實都沒有老歌啊，都演進都變成菜戲當然，客家人都較冇做一個陳三五樣，但是行人沒有做選白煙台，前頭輩2-3年就互相要來做交流，因為在台灣不論所行人中都方。沒有好容易共樣，像係苗栗、後龍啊、中南啊嗰邊，全部都好容易減開順咧，新中未共樣，桃園未共樣。故說雖然咧行人中，但是沒有好容易。故說那個戲班，行人嘅戲班、歌班，好容易戲班共樣，互相在個企業當中，為去做到無窮狀態，行人班。是到好路嘅企業，會講好路，但是唱腔好路狀嘅人會真神奇，就講你唱到嘅一個山歌菜茶，就山歌菜地啦，也就親愛談行人嘅山歌菜茶，故說行人狀客家班，每會親接到好路狀去做，故說客人嘅演員，佢會講客，又咪會講好咯，又咪會唱歌菜，歌一個杜馬呀度，係咧好容易，我哋唱人嘅山歌菜茶，嗰就較困難了，因為個山歌菜茶強頭也就講好容易，較咬唔盡，也就係一個客家老好路嘅台灣也係兩種劇種。最大嘅不同。